第二届台南市 ESG 概念店颁奖甲影响论坛，台南市今年总共有21间门市得到认证，行业涵盖餐饮业、批发业以及生活服务业三大产业。针对责任减碳、社会责任以及性别友善等面向进行认证。28日下晡，伫福尔摩沙游艇酒店举办颁奖典礼，由市长王伟铁亲自颁奖表扬。有限公司公园门市以及荣管上台领奖的代表，我们副董事长郭乃华郭副董事长，恭喜！今年总共有21家店家获颁奖。那能够获这个实际上得到跟环境友善而且永续经营，那也非常谢谢商研院，也谢谢许多我们的评审，大家一起努力。这个目的除了是奖励获奖的店家之外，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走向跟环境永续，而且对于环境友善，而且永续经营的这样这个理念。所以这是。这个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。台南自诩为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城市，因此对于ESG 永续发展的要求，我们会持续在努力。那也希望这样的一个颁奖，不只是一个找出优秀的店家，希望大家都要做，从选配变成标配。这次论坛也特别邀请商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黄珍进行专题演讲，辅导店家如何取得 ESG 的认证。据我们的观察，就是很多的店家，尤其是小店家，他们很想做ESG 的概念店，或者想做的是 ESG 的相关的做法。不过对他们来讲碳盘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他们不知道怎么经营碳盘查，所以我们在这个计划辅导的时候，就先帮他们做好碳盘查，教他们怎么样去从碳盘查的过程当中去找到所谓的这个减碳的路径，那也帮他们把这个所谓的减碳蓝图把它画好。那接下来就是说是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方式才叫做 ESG， 所以我们也让他们知道，譬如怎么样从在地的食材、在地的照顾的附近的社区，或者是说怎么样跟这个回收以后呢跟消费者沟通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让他们去实践，而且可以轻松把它做好的事情。未来市府也将持续推动 ESG 政策，并协助中小型商业服务业转型，并整合相关资源，加速落实影响商业环境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